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新正年大家行村去庙里拜拜，嘛未少人拜愿老，祈求有好姻缘，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有情人终生眷属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冠加冠的冠，读歌湾冠第3条。台语字典解说冠的意思就是亲人、厝内人，咱讲加冠眷属。混化来讲，嘛有亲情的意思，咱讲是眷族，代表是眷属甲家族，特别照顾，咱讲是眷顾。另外，思恋、爱慕或者是少年、怀念、留恋，咱讲是眷恋。也佫有贯穿、演过，嘛有人讲是平阿聊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眷属，意思就是亲人、厝内人，嘛有人讲是家属。第二个词读做家眷，同款嘛是家属，嘛有家族的意思。一般来讲，家眷较常用来形容规定人，若眷属较常用来讲有某一款资格身份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间公司旅游开放带家眷参加，真侪同事拢替家己的眷属报名，互大家嘛足期待正式出发的迄天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眷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